響1917年，當時嘅蘇聯政權建立之後，由於仲有好多外國勢力嘅干預，再加埋自己本身國家入邊嘅內部矛盾，自己打咗5年內戰，所以佢哋都好多麻煩。而當時列寧所帶領嘅蘇維埃政府就將本來已經有限嘅資源集中咗響軍事同埋維穩呢一啲地方裏面。而響1921年至到22年期間，當時嘅蘇聯因為長時間嘅旱災，所以造成饑荒，災民大概有3000萬人左右，而政府又冇打算向呢啲災民提供任何嘅援助，後嚟發展到人食人嘅情況。其實饑荒嗰段時間一開始，啲人本身就係食草食樹皮，後嚟直接去到食一啲已經餓死咗嘅人，而後來佢哋更加發展到有一個人肉市場，佢哋會圈養一啲孤兒或者捉人哋嘅小朋友翻去，而佢哋究竟俾啲乜嘢食去養住呢班小朋友呢？答案就係佢哋死咗嘅親人，佢哋將佢嘅親人分屍，再將佢血肉俾佢哋食，唔夠嘅時候就會去墳場嗰度偷屍。所以當時嘅墳場係重點看守嘅地方，但係由於當時嘅小朋友都比較瘦弱，就好似當年嘅埃塞俄比亞嗰啲小朋友咁樣，所以所謂嘅人肉市場其實並唔係主要賣人肉，而係賣內臟嘅。而後嚟列寧政府知道有人肉市場，佢哋就靜雞雞將人肉市場由私人企業變成國企，索性攞啲小朋友翻去自己圈養，而主要係提供俾政府入邊嘅官員。而且當時嘅警察亦都唔會捉食人嘅人，原因係佢哋已經共識咗呢一種只係一種求生嘅合法行為。而點解當時嘅蘇維埃政府又可以咁忍心唔理啲災民呢？原因係呢啲災民主要都係嚟自農民為主，而當時嘅政府認為農民其實係拖累國家戰爭嘅實力，所以反而落命令向農民手上搶佢哋嘅嘢食翻去。至於其他嘅國家點解完全冇出手幫佢哋呢？其實當時係有其他嘅國家，當佢哋知道蘇聯嘅情況之後，希望對佢哋提供援助，但係列寧政府全部拒絕，原因係佢覺得係干擾內政，所以唔想俾其他國家介入。後嚟有一個叫做藍森嘅探險家，響1921年去到蘇聯，佢見到當地嘅情況，覺得好驚，但係又希望自己可以幫到手做到啲嘢，所以佢就諗盡辦法收集咗400億瑞士法郎，響蘇聯各個地方起咗900個救濟所，提供食物俾當地嘅災民。而因為藍森嘅出現而拯救咗好多人，最後國際援助機構講服咗列寧，列寧政府就開始放寬俾歐美其他國家去到蘇聯做一啲人道救援嘅工作。而當時嘅救援人員去到人肉市場翻嚟講，用人肉整成香腸，其實聽起嚟已經非常之得人驚。但係當我去到市場嗰陣，咁啱就俾佢遇到有人鬧交，而當中一個老闆就喺度大嗌一聲：如果你再嘈嘅話，我就將你變成香腸。更有人發現有一個女人個老公死咗，但係佢唔肯俾人埋葬佢嘅老公，原因係佢非常之需要佢嘅老公，如果唔係冇嘢食。而當英國、美國加入救援行動之後，蘇聯嘅情況開始可以慢慢改善。而到咗1924年之後，大饑荒終於都過去，列寧亦都死埋。至於呢一場大饑荒，響蘇聯至少死咗500萬人。而當蘇聯解體之後，更多嘅資料就開始解封。而呢一刻，我哋更加知道，原來當年蘇聯
佢哋入邊嘅孤兒院、福利機構，其實主要都係用嚟圈養一啲小朋友嘅地方。所以幸福同埋食物亦都係一樣，並唔係必然，而關鍵隨時可能取決於你生活響邊一個地方。